各位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大吉利539》。来看7月23礼拜四开出来号码：1、2、14、19、25、26、14连续开2期，19连续开3期，又搁是连续开的号码。最近逐期拢安尼吼，顶一期的号码拢会使注意一下。来继续来看7月23吼。7月23顶一期，掠10粒号码，10粒拢无出来吼。过关，继续来看7月24礼拜五，淡遮提供10粒无出牌的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01、04、07、11、13、17、22、30、32、36、01、04、07、11、13、17、22、30、32、36以上这10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以上感谢收看。